屏东县政府进前针对这万丹土埋火山的奇景，本地是要做一个地质公园，后来评估无适合，价格才暂停。不过这地方是表示，这地是私人地，不过喷出来这土算是国有财产，袂使再造，嘛袂使卖，敢若会当家己开钱来处理，到底是要叫人安怎来办？土骹清出来一工火，佮有大量的土浆做龟喷出来。万丹地区的年火山一年大约会喷一两摆，期间景观常常有民众专工来看。原本屏东县政府想要伫当地来设一个年火山地质公园，不过请专家评估了后，因为年火山喷发的时间地点拢无固定，而且佫无特殊的生态需要保护，因此现在这个计划是暂且划停。经多方分析与评估，万丹年火山要设立地方级地质公园，划设地质公园实质效果不大。地质公园无要设，代表民众要脱离土壤恶望无望啊！因为喷发的范围大部分拢是私人土地，喷出来的土刷风认定是国有财产，民众袂使再造买卖，而且怪家己开钱请人来处理。若是看到产地，就无法度搁振作。当地村长讲，因嘛捌试过，将土摕来用，亲像烧灰啊，毋过拢无成功。若无一个好的方案，这土的问题永远无法度解决。我讲叫用天灾诶，什么货来甲补助，还是因有什么款甲补助？拢总无，安尼恁补助诶嘛无够机械来整理地，所以大家阮遮农民就对啦。大家为了这，拢感觉讲吼，体育务着真正有够衰啦。要甲在土方起造在费用啥要出啦？然后佫有一点就是讲，你今仔甲在土方起造，这一年有时啊1摆、2摆、3摆，吼。爱就地重游，伊个对遐开啊，你永远清袂完。针对地方的诉求，县府敢若强调，年火山的土壤是国有土，袂当乌白清军。目前也未针对这个部分来研究，只会当请居民家己想办法处理。记者柯家做邱朝阳，屏东采访报道。